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日頭下日講講。從頭有人講啊，我係爸爸全世界嘅情人咯，我啊你靠不到爸爸晒奶。唔過咧，呢條故事唔係愛面上哦，佢講啊，我嫁出去是唔係全世界情人了，變咗係馬街咯，嫁落去唐坤啦，就啲了。你條哥啊，你有看今年嘅熱浪哦，哇，佢連續嘅長假按多，你做嘛安排啊？又愛標長假哦，哎呦，你還見氣也唔好，辦了做無事，標嘛個長假啦。也係人事局嘅好意，調整彈性上班，本假期連得唔會團體啦。我按叫啊，甩就甩啲你連續嘅長假吼。你有咩做頭家嘅人？人家了，你就停了，有嘛唔歡喜嘅啊？佢哋冇講啦，就拿今年嘅工人嚟講好嘅啦。連續9日嘅假期吼，錄到嚟啊，險忘講忘退。有愛嚴重啊！我個滿堂啦，過年前唔係變數咩？我讓我本人吼變咗幾禮拜，真變好天天啦。一台拖拉機送貨又來了，一下人係送來吼60寸嘅大電視，貴套嘅卡拉 OK 家庭劇演組，還有個高級嘅3D 按摩椅，還有最新款嘅體感嘅遊戲機，還有平板嘅電腦，哎呦！一就全部唔買哦。唔係啦，就我本人啲個電視叫唔買啊。個年初2兩個妹啊，韓國啊、西郎啊、孫的啊，我嚟裝妹家，一假期按床嗬，講起都喊都冇夾實喎。阿首相都喊主多。年初2大早，來了新橋啊，張借話題，兩個妹啊、西郎啊、孫的啊，啱時就裝妹家來咧，英門啊。兩個細路啊，就基本係2隻紅包。係顯好老人家啦。我冇天機法，挖條我就夾賺錢都去。每個細路賺來又唔夾安女兒嗨啊！我夾變紅包啊！每到佢哋裝每家行，我就死得不少錢咧。嗰啲全部都係乾脆本咧。有樣多少嗬，掂死你啦！冇聽錯嗬，人每個細路嗬按搭線嗬，難多穿咧。穿咪該穿啊，愛穿。意思個兩個按摩掉個細路，佢包個一系列錢。哎呦，買個條家庭用品啊，韓國年菜又冇講啦。請係包幫啊孫嘅賺年錢嗬，那就多貼筆錢。哎呦，冇人按樣算的啦。天地一無四國狀在，稀里糊塗啊，然後係本來準備到年初八那個年菜，一下那個曬香氣啊。係在呀，多帶去準備家也係難面潮啊。實體吼，還是減少哦。我老我不用了噻，這個做下那個碗筷洗槍了，一落客堂啊，喊錢。上面唱歌嘅，哎呀按摩，做遊戲嘅做遊戲，哎呦，跟屋卡才變到做太所樣嘅呢。睇呢度喊鬧嘢咯。結局啊，喊你係天爺妹較踏實。佢講係兩公婆無奈何吵，就建議講啊，太子。你一家啊派一個代表來陪阿爸阿媽打麻將好冇？有個建議茫茫嘅喲，太年細子各啥誒。一談到有角度啊，我精神就來，跟麻將作個擺好，我就忙坐下來聽聽咯。我來新橋順呢，轉來了。奇怪呢，佢哋唔係當做咩㗎？係用按家去做轉來啊？我哋新橋啊，最近會啲啊。佢就講啊，阿爸阿媽，我出門嘅時間啊，我就想到講，見比太古啊、西古啊嚟裝咩架，我驚唔到啊，會無限切差啦。姑嫂啊，我夾裝衣服架，讓阿爸阿媽啊擺下嘢，食下紅包啊，我就夾裝嚟讓聽書嘅啦。哎呦，人家新橋一怪呢。我嚟談唔過去嘅啦，啱時幫我新橋啊撈開。撈埋個開啊！阿爸阿媽，你談佢哋嘅講啦，好談。我啷講啦，該啊，我從明路啊，我不要上山啦，太陽初一咯，幫我從明我要殺到白死嘅啦。真勁哦！你佢兩公婆啊，當啲個嚴格，我哋話講燒到風柴米啊，姑嫂講夾轉來。
过年真嘅发生一种事情哦。哎呀，嘿，哎呦麻将好搞啊！嘿呀，俺们来参与叫，两事啊，我天爷我就冇欢喜了。阿哥啊，我等我一批阿爸阿妹打麻将，干咩个事啊？嘿呀，点解有乜嘅事情啊？哎呦，你上班啦哈，你敢让阿爸打麻将啊？打慢就算了啊。阿爸哦，还会调空牌出输入，迄输到的吼就打空手道，唔不要钱呢。有人咁样讲是个阿爸哦。我看啊，中秋啊，我用公婆下来较假的啦。讲下睇咯，几条他就坐下来呢，我来坐北风，新桥啊坐南风，我用公婆啊坐到街啊，再缩缩的无好搞，下来啊听甜茶。我讲人奶嘅吼，老母嘅真係一時咧吼，就唔會點排泄呢吼。我點下個牌先？剛剛新橋人講呢，阿爸阿妹，你睇是冇看下牌哦，嚇？迄講聽閒哦，去做下破得甜白嚟食好冇？哈，一食茶。大牌还想要吃点心哦，该了是夜都好，迄个过年做唔得发现哦，那五公鸡啊，想要对人来调那什么，就来不落去哦。真係懂野人呢。咩？我本人先好好，挖头啊就去做下无限。我中秋啊轉房間去水當豬，有樣啦，總比都談下哦，即個都個不愛樣。個房間門一開，阿妹哦，樣嘅喏，3條橋嘅，規天啊喺橋市莫講啦。所以我面上當咧，讓我整條布哦咬到綿綿。啊，乜個時節學橋嘅啊？唔係啦，就牙太妹帶咗來啊。佢講乜啊？唔拉嘅妹唔敢罵佢哋，佢橋還是對佢客氣嘅，攞佢撥出去啊！撥出去，3條太麻條嘅橋嘅呢？佢殘下去咯，邊下講呢？全部啊牙神神對你嗌，唔敢牙佢啊！係冤枉嘅，到底係怎麼解下世界末日啊？哎呀，就一度歐洲嘅時間啦，學堂啊傳嚟嚴格上嚟，你阿伯講啊，聽嘢冇好棒神改哦，啲個媽啦，講嚇乜嘅意思啊？嚇牙拉做乜打牙拉啦？我哋咧兩張妹嘅生日咧都嘅想打。唔錯，啊！迄個天爺妹嘅生日咧，啲個想打唔睇唔出？唔知咧，你用咩睇唔順哦？人妹就講嘅啊，人生日都馬當啊生日嚟啊！睇唔順啦，我都唔講啦，簡單講啦，個就係我天爺妹，然後我天爺嘅細郎兩生日都有錢銀子，唔錯我妹怎麼講啊？牙拉做乜打牙拉啊？你好看人我按亂啊！係喎，家家有本難飲嘅見啊！嚇，小個事情。哎呀，小個事情哦。好啦，佢既然都想打，佢趕緊傾下嚇。唔是，你兩事啊，我不用成開咗了。結果嗎？結果好啦，你唔好吵嚇。阿妹兩位啊，有2張嘅民宿券，大家唔好點卡。阿妹啊，帶你出來去旅行。有樣哦。人不看人按多，過年的時節出去行聊聊啊！人家不用好方法呢。講到按輕鬆，你哋嘅2間嘅民宿啊，地點邊度會冇？到哪邊啊？一間啲南投嘅清吉農場，一間啲花蓮嘅舒鳳鄉。按人的距離，人路線先難規劃哦。我係咪嘅規劃？嗰時位啊，啲台北出發，到個清吉農場啊，天熱啊，就下南到高雄啊、屏東啊，叫到台東啊，到花蓮啊。咁另外一條路咧？另外一條路就清吉農場邊過黑粉山插到中西橫貫公路就出到花蓮去啊，係唔會選哪一條？捱哦，當然係橫貫公路啊，雖然講路行唔行，我總比一煩多下拳啊。兩事，我來叫意見了。佢講乜嘅喏？叫做唔得。個我來嘅來啊，講去個屏東墾丁嘅海神公園看小白鯨咯，堅持要行高雄屏東。白天呢也就摁的，有了兒子就忘了老子。我本來兩事啊，就跳出來調解。佢講一句話，我讓人夜死啊！你不用講乜嘅喏。佢講好啦，行哪條路都做得，往出啦，係人講啲個視察帶路啊，佢講帶到唔好，唔得做得啦，清理措施。老建議全部送到人神康哦。唔爭啲哦。
我出门前啦。哦，跟阿婆又行千等年、万等年讲啊。老婆啊，该提款卡所要带到哈。带提款卡做嘛该？人来每日就全部就各啥有各啥家庭，喊我唔出钱哦。唔免爱出钱，唔愿出钱啊！跟阿婆又就人来讲的啊。阿公啊，跟阿两个细郎啊，过年前都已经了3张嘢嘅无形假啊！跟阿奶吼，过年前10个米眼以后就无头路的啊！哈，人讲哦，老婆啊，跟两个啊老就老了哈，千万是唔好本生意的啊，造成生意嘅负担哦。我过年不用按多年嘅长假，记得咩抽成也就会负担的啊。哼，好啦。爷两时啊，就一封银，加3条狗诶，占到个亲人坐个2台茶下蛋，好啦啊，就出门嘞。哦，也就开始出发嘞。3点喺台北出发，按部就10点半，还卡到前进农场3档嘅半路哈。哦，一过年时节，个风景区当然当食茶啊。哎呀，踩到个位啊！踢拖，行啊，好點嘛，就躺到後背傳來當神似嘅聲哦，個聲調哦，一下高一下大哦，將佢上健樣嘅呢。哦，有人都去做仔哦。哎呦，個聲啊變啦角，人物都冇。個雞乜嘅聲哦？我好半堂啦。哦。鬼差你就衰退嘞哦！哎呀，就從來兩個老貨誒哈，就死路樣嘅，很確定嘅很多路。哎呀，也難怪啦，食茶哦就食甜嘅啦。我啲，哎呀，真冇簡單啊！爭尋到民宿，茶挺好食，我就到間民宿嘅房間去，門一開，係咪哦？樣嘅喏。個太面長巷啊，國家有國家嘅鐵牌，跟牙本入邊佔咗個別落國巷，哎呦，嗌啊，連個大隻水位數都冇喎。咁樣嘅神哦？好得啦，咁順便要皮醋啊，行咗嚟水哦。好，很冤枉，太過年一家之主睡到皮醋地杯哦。我水啊，係天天啊。嗰3條腳誒，冇廢氣哦！哦，我看鬼啊，唔是衰的。看挨到天光啦，一天光天氣哦，我嚴死佬佢就腳起來，好，上茶，我出門咧。按急做嘛麼？當冇嘅人當死到山上來，你個帶細年嚟慢奶行了嘅啊！再講，人農場嘅草原係有細綿羊呢。哪來個綿羊啊？幾隻千斤農場哦，田茶田到難，嗱老講這個唔做啊，年初我都冇法度到花蓮咯。有樣啊，一過年嗬，慢奶就按食茶，你今日去花蓮可能較爽爽哦。哎呀，出門咧，邊個黑佛山，差到中西橫貫公路啊，冇1點鐘天啲。多誒，多啊，個後背啊，又摔到邊上來了。哎呀！嗰兩時哦，我又躺到個天高嘅上，我是強哦，木子話要跌下來，我就啲個想啊，我河馬死苦，加2年就要70歲了啊！就算我係遊覽茶嘅司機，你點樣做唔得？連水母嘅位數都唔幫我。係啊，再講，哪裡見到阿爸呢？我越想啊越火大，我就拿茶田到蘆筍，開咗就罵啦啊！你話冇水母咧，全部拿好嘢。好起來！啊，你就去按糟蹋啊，你落牙呀哈！一隻茶水都像死豬一樣嘅，一唔得啊，係唔會堵得掉啊！你咋個幫我按下去哦？嗰陣人都也唔是做嚟半夜，將手啊都連過頭去半夜好嘅啦！哇，佢見到有本黑洞哦！見到看係邊面哦，一隻啊黑到面啪啪，兩時啊眼淚哦，咩天數媽咧？哦，你媽媽喺度？我講啊，等他出發嘅時間啦。阿公喺試茶，你找個人水母，我就一隻人點下茶。佢上鬼按台按鬼罵你，有冇人聽數試茶呀？因為晒啦，佢都唔曉事，都冇家姐。係哦。係咩？找個出發嘅時間，嗰度全部改變了。冇愛啊，愛飲茶冇，愛吃水果冇，個細孫嘅係咪讓我打嘴鼓呢？嗰兩時啊，我將深深體會到一屋團圓嘅小暖。你看，其實人賴妹啊，算顯好啦，一孫你咪當糖花當乖啊，你想個畫面幾幸福嘅。幸福啊，美人啦！
芒多泰鲁格，样哎，迄本有奖金哟。哈哈哈，又衰退了哦。日头下热讲讲。今日我老太自家讲嘅锣鼓言语就是狗有油米鼓，人有笑面虎。狗有绕妹鼓，人有笑面虎。鼓係乜嘢喏？鼓是係講嘅動物，嘅油米鼓呢？繞妹鼓是係繞你妹懂得一下嘅社交，還係講嘅哦。佢唔一樣誒，我注意下叫咧。嘅我是會生意了。用邊個？因為啊，狗有油米鼓，就係愛提醒你，放狗之心不可無。哈？放狗？狗係人最好嘅朋友，放佢做嘛？哦，嘅眼唔好咧，係講咧唔行啲路行，有一隻狗係堅挺挺，對眼咧頭飛面飛，像行緊嘅唔會弄個山哦。我啊，我會拿條浪當邊去搬佢去山咧，老幾狗啊！等下，唔記得嘅狗係會咬人咧。錯，狗會咬你，唔過啊，佢唔會咬我，因為我要拿東西搬佢去啊。哦，我冇看新聞啊，就連屋下有嘅狗嘅寵物都有可能攞屋下嘅小朋友，咬到挫傷嘅，還試過係唔一種5歲人搬嘅東西是。對啊，古所講啊，狗嘅咪係寵物嘅一種，就算係佢對你頭飛面飛，我咪愛放定佢。小朋友咪係強用眼嚟哦，佢啊對你可以用笑面，也是我習慣都是動法哦，像一種笑面虎，就當有可能會捉罵你、反叛你，難得你殺啲牙背咯，出一刀。哇，咁樣啊，你到底都同埋嘅事情，老朋友講到安定人講啊？哼，我老你講啊，哦，我過上5年生嘅時間，就是不愛親好嘅同學出賣嚟啦。用辦啊？記住老我咪講，我考試調困啊，所以我不我咪打到半死哦。嘅用事啊，我就啲嘢馬家按到人有笑面虎。係哦，咁你到底要跳群舞啊？當然冇啊，我將喺看書草叢涼嘅時間冇聲音。就下啲書後，讀後有書用就看過啊。哎呦，講好搞聽咩？反正哦，狗有油米鼓，人有笑面虎，就係老人講啊，交朋友愛生意。唔係哦，我認為狗有繞妹鼓，人有笑面虎。唔但搶老人兒講做唔得唔放你，喊下提醒人兒對人對事，做唔得看表面嘅現象，來深入去了解佢嘅本質和本性。乜個意思呢？比如講啊，你解個戲跳個同學，雖然害你不你打，不過你咪改過來啊，係講佢看到你思想，尊重乜個都唔對，條條放你將你。看起來對你當好，實際啊算害到你，別啊就正經係笑面虎，你講錯唔錯啊？哎呀，錯唔錯啊？錯唔錯啊？錯！哦，我嗰件唔係笑面虎，係母老虎。狗有油米鼓，人有笑面虎，一句話呢就會提醒人對你。對事有種唔係看表面，而學習看下程度誒。呢用事啊，我就懂形象嘅損害誒。因為呢，佢有一堆做得看清真假嘅火眼金母豬，不過乜嘅妖魔鬼怪，我就是唔聽呢。看來我應該要拿出《西遊記》，好好嚟研究一下，因為練做火眼金母豬。唔講呢，喺我研究以前，先嚟看一下春殘哥帶來乜嘅精彩嘅演出咯。槍通牙沙獨立控，重力冇目出相公。觀眾朋友啊，我跳下念了句鑼鼓言語時啊，
就会讲嗰條有錢人嘅肢體，那係讀書唔認真，盡講不下有千金萬金，但係肚裏空空做人旁風，嗰終究就會俾人看笑話啦。講老頭擺嘅老頭擺以前啊，因種都有個按到阿貴北，嗰阿貴北嘅兩字也確吹了半年啦。嗰講到阿貴北嗬，雖然冇讀書唔識字，不過認真打拼，仲有錢是賣天賣地，到老了呀，做天頭家幸福，傻是很易按到阿貴北講對佢相當嘅敬重。但係講到家嚟嗰個阿苗姑，該是說本上腦筋咧，因為係單凳子啊，個窮死嗬就唔盼得咁佢做些食苦，仲快睇佢種都有名嘅高頭往殘毒頭啊！入學堂讀書嘅時節啦，佢就會大棚在嗰地棚先歸嘅冇錢冇見，千萬咪撒家先生。個家先生係經驗30件啊，佢就前產驗講，人之初性本善，舊扮愛變殘。那麼好，佢就驗講，人之初性本善，先生講愛夾波彈，波彈稍為龍煙，嘛稍為龍煙。阿苗姑就為龍煙啦，佢係前龍煙哦。個先生係講究佢是為不得。佢做前產人講，禮義廉恥實盤惡事，沙本機咪都冇夾冇實。個先生那係hem佢寫詩作文啊，佢見擺出咩草嘅，該草嘅，前菜草嘅是高本先生，就按樣嘢啦。2年畢業咧，大事是冇叫責啊。有一日阿貴北嘅童年去到家不下錯了。看到大門口嘅新搭嘅門簾，還是對阿貴北講：我講童年啊，家屋下嘅大門口搭嘅門簾，驚怕會閃藏哦。啊？閃藏？唔會啊！個公園石頭有風之下有時搭到門口就好咧，用咩會閃藏？唔係啊，童年啊！應該等我寫個有求必應，該係專門擺個古風雅貴萬山廟搭埋門簾啊！你落去搭到nhà屋下門口，個當然唔錯啊！啊，安樣啊？cái ngay sao vậy đi? Cái thầy sư không sẽ ngay mày không sẽ kia à? Ngay sao vậy đi? Mày không nghe nào? Như cái môn liên hệ mà sao lòng như xả nó? Chú ai lại ở à mèo cú mẹ? Ôi! À mèo cú à? Lên! Nhà童年家講依個春聯閃出嚟，盲啲嗬，阿苗姑人講啊，咁明明就冇閃出啊，咁萬山廟明明就係咁樣寫，我找絲草，我又冇草唔出，盡講又不對，咪有人工不對，同我冇關係。家童年家堂啊，都超為小白喲，見擺都當然啊，就學個阿苗姑講啊。又不對，又人工不對，個大家談下多咪少為小事。別記老公人呀，就咁樣流傳到今啊！觀眾朋友啊，你是千萬唔好學個阿苗姑哦，明明自家做唔出嚟，後來賴評人，講乜嘅又不對，又人工不對。講到啊，一青牛嘅阿苗姑，真係人講嘅，唔曉思算向好玩。吼，一有問題啊，就上本配上。韓國啊，還係上本嘅有人工呢。俺唔負經營嘅行業啊，是產本嘅吃到又甜又好笑啦。觀眾朋友啊，今日嘅節目唔得韓綜藝冇啊，下個禮拜還有韓卡精彩嘅節目哦。故所我記得準時收看，愛到嘅日頭下日公公，拜拜。